次次上去最驚遇到啲 hidden charge， 當人水魚咁硬食。今日直接同你直擊羅湖呢間網紅店木木湯泉。網上啲 marketing 吹到大一大，話咩免小費、免服務費，好似執到寶咁。Come on， 我一去到前台，直情白眼翻到上天花板。周圍都係收費 trap， 最無厘頭嘅係入去浸個浴換套衫，佢竟然同我講服裝費要另外計，有冇搞錯啊？當我哋香港人交冤枉錢。By the way， 你哋平時北上揼骨，有冇試過俾啲衰鋪頭巧立名目收過啲咩最 crazy 嘅附加費？即刻喺下面 comment 區一齊爆佢出嚟。等我今日一層層同大家剝開呢間嘢嘅零小費畫皮 ，Let's go！ 雖然開局有啲無奈，但一踏入去佢呢個成9000尺嘅2層大皇宮，個視覺衝擊又真係幾震撼，大到有啲誇張。等我帶大家開下眼界，基本嘢好似浸大池、乾濕蒸、中式初輩就走唔甩啦。最正係轉個彎，竟然有成排 PS5 任打、高配電競房，行多2步又係塞滿晒嘅免費生果區。旁邊仲有啲乜嘢特色蟲洞、養生汗蒸房同大餐廳，甚至連網紅露營帳篷、私人影院、高檔 SPA 房都一應俱全。成個 layout 諗得算係咁，大到行完一圈隻腳都有啲遠。話時話咁多個花神分區，如果換作係你第一時間衝入去，你條癮會想最先去邊個位體驗先？留言話我知你嘅心水。跟住落嚟到水會放鬆，肚餓點都要食啲嘢啦。出面好多垃圾水會，次次俾預製菜我哋食，真係頂佢個肺。但呢度最神奇嘅係，佢哋啲高檔海鮮全部要提前預訂，因為大廚收到 order 之後係直接去附近即買即做，仲請咗駐場嘅粵式大廚老師傅親自埋鑊，大火猛炒，成個 vibe 專業晒。我哋今次就點咗個最考功夫嘅深井燒鴨飯同埋熱辣辣嘅瑤柱牛腩麵。講真，呢個味道直情 amazing 到爆。隻鵝皮脆肉嫩，汁水流埋出嚟，牛腩大嚿到一口咬落去軟爛入味，個火候贏得出面好多連鎖茶餐廳，認真 recommend。講真，你哋平時去水會揾食，最睇重嘅到底係嘢食嘅絕對味道先，定係種類多到好似自助餐咁先？留言話我知你條脷有幾尖，不過各位精明眼聽住呢度揾食有個超大嘅伏位，佢哋要到深夜11點之後先會有免費嘅宵夜無限供應。喺11點之前呢，除咗生果免費之外，其餘你食飯點單全部都要額外自費，連要杯鮮榨果汁都另外計錢，一不留神張單貴過你揼骨啊！不過依家6月11號之後有著數活動，只要你過嚟玩，每個人都會送一份哈根達斯雪糕同埋一整個清爽椰青，呢個高價值福利，記得第一時間去前台攞，唔攞就真係變老襯啦！一邊全身汗蒸，焗到爽一爽，一邊大口食哈根達斯，飲住冰涼椰青。我想問下你哋覺得呢種神仙體驗到底正唔正先？即刻 share 俾你想一齊上去揼骨嘅死黨班 FD 啦！好啦，終於嚟到全片最核心、最靈魂嘅重頭戲啦！90分鐘中式大修理實測。平時去水會最驚遇到啲技師行企企做，但今次我幫大家踩完雷，強烈 recommend 你哋嚟到一定要點018號技師。姐姐個手勢真係好溫柔，但入面帶有極之深厚嘅內力，每一嘢都精準按到你。平時翻工累積嘅酸痛死穴，完全唔會死牛一面頸咁沙按，痛到你尖叫。90分鐘撳完之後，成個人直情鬆晒，全身骨頭輕到好似識飛咁，直頭 worth it 回晒本啦。話時話你哋平時出去按摩最怕遇到偷懶輕做嘅技師，定係遇到完全唔識控制死出力好似同你有仇嘅技師多啲？認準018號留言話我知你嘅體驗，按完摩通埋全個身嘅氣血，如果仲未想去瞓覺，直接起身上去玩樂區繼續放電啦。呢度準備咗一整排嘅頂配 PS5 手柄，高規格連黑電競房，甚至連美式撞球、乒乓波台都應有盡有。最頂癮嘅係連街頭嗰種迷你唱 K 房都搬埋入嚟。對於我哋呢班平時翻工壓力大、放假想揾地方發泄嘅大細路嚟講，呢度直情係週末完美嘅放電神器，足夠你大戰300回合打到通宵。如果俾你喺度消磨時間，你會無條件揀瘋狂打機、唱 K 唱到條聲沙晒，定係喺波台一杆清台先？即刻 forward 俾你嗰個最愛通宵打機嘅損友 FD 睇下啦。再講，如果打機打到眼花，想同另一半靜靜雞享受下二人世界，呢度嘅影視區絕對比你想象中更加強大，更加有驚喜。全場一字排開巨型高清大屏幕，配埋超級舒服，可以自由調整角度嘅高檔半躺式沙發椅。你直接喺度躺平睇足幾個鐘都完全冇人會過嚟趕你，一個人過嚟發呆放空，或者2個人拍拖貼住睇套靚片，成個鬆弛感超到爆，直情拉到最滿。話時話，如果今晚俾你同愛人喺呢度私人影院躺平大髀同眠，你哋最想睇邊一部神片先？留言區打出你哋嘅必睇清單，等我塞入收藏。跟住睇完戲，去出翻身汗排下毒，成個人先至叫做通翻晒氣血。呢度專門打造咗2間唔同功效嘅特色汗蒸房，一間係主打草本草藥嘅艾葉汗蒸，另一間就係鋪滿發光礦石嘅鹽磚汗蒸。一推開門就有一種淡淡嘅天然草本艾香夾雜住溫熱嘅水氣撲面而嚟，喺入面舒舒服服瞓翻一陣，汗水順住毛孔
種狂流，簡直係我哋香港人北上祛濕排毒嘅神級武器。芽葉嘅草本清香同埋鹽磚嘅高溫礦物，你哋更想第一時間入去試邊一種先？留言區 share 下你哋嘅獨門水會，養生大法。最後玩到凌晨幾點，攰到隻狗咁，電量耗盡，完全可以直接喺呢度過夜瞓覺，連酒店錢都慳翻。呢度設計咗好多一格格獨立嘅網紅花窿房，好似一個個私人秘密洞穴咁，拉埋床簾入去，極之有安全感，隱私度十足。如果你係帶住大班兄弟姊妹過嚟，佢哋樓上仲有多功能大包房可以揀，計翻埋單，人均299蚊包埋住宿。呢個 deal 真係直情啪啪聲打威福田羅湖區嗰啲快捷酒店幾條街啦。換咗係你過夜會偏向揀好似太空艙咁有安全感嘅呼窿房單獨瞓，定係同大班 FD 喺大包房熱熱鬧鬧先？覺得好玩嘅精明 FD 記得幫忙點個讚支持下。最尾保姆級大總結，精明眼聽住最核心嘅終極避坑真相。呢間鋪如果現場埋單係會被硬生生加收13%嘅 service charge， 直情係硬食港人。所以真正終結冤枉錢、精明回本嘅神級操作，就係出發前一定要提前喺美團買好全包 package， 過嚟直接掃碼核銷，咁就可以完美慳翻呢筆服務費。入面嘅娛樂項目按你哋自己需要理性選購就得。既然都出嚟享受咯，最緊要消費得清清楚楚，玩得開心又 chill。聽完我呢個血淚整理嘅避坑指南，你哋下次北上仲會想唔想去親自實測下先？即刻 follow 埋我個 channel， 帶你更多大灣區超高 CP 值、絕不踩雷嘅精明好去處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